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几个月来唱歌啊，真好啊，会当吟诗足好，这个时阵哈。对啊，这个因为无像正常有啥物圣诞节啦、国外节啦，无啥物特别的主题啦。就是我差不多最近有听到去做一歌，感觉袂歹听的，啊，背后拢有故事安尼。先讲一样代志，就是其实有一首圣诗啊，嘛真有名，但是伫迄个长老教会这边较罕尼看的，就是迄个万福玛利亚啊，是阿维玛利亚，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嘛？是因为咱较是搞较无所谓玛利亚学啦，较无将伊做一个研究的对象啊，学乐的对象、困求的对象，咱信教较无安尼，大概信公会啦，村里拢无啦。所以圣歌本内底的无什么，无安尼有什么玛利亚的歌里面。对啊，这首阿维玛利亚是舒伯特有写过一个版本，伊个版本都有足侪人结婚爱用诶，对。我的阿维玛利亚，对安尼啊，什么炮落地啊，足侪人拢唱过安尼。这新旧教这点是一个足大的差别哦，对啊，那无什么圣母等啊，这样的较无。但是毋是讲无尊重伊啦。对啦。所以咱就来听第一首或者这是圣圣诗587首，或者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这首我足少年的会晓吟，啊嘛爱吟。我先对华语圣诗学诶。台语圣诗较早500多首，迄本无是首诗，啊，这是到这摆650多首的是才甲收入来，所以算新歌了。对，对台语教会诶人来讲，若讲无接触到华语圣诗的人，这首算新的歌呢。讲这首是因为跟即嘛这一个经济有关嘛，对，即嘛因为迄个企业的问题嘛，所以大概可能。一时间感觉毋知明仔载安怎呢？这首足侪人爱这个歌词啊，这个歌词真好啊！咱先讲一下伊的背景好啊。伊这写的人或者 Stanfield，伊是一个以前算著名的一个牧师啦。甲伊太太讲，听讲去过40几个国家，嘛捌有家己的节目哦。因为迄个年代，迄电视台个无介济的时阵，伊就伫美国家己的节目啊，而且伊个。帮迄个猫王写过歌，所以这应该是出名人了哈。用来讲是名目安尼，最有名的牧师。但是伊甲伊太太9年了，结婚9年了的离婚啦。伊迄个太太尾也去出车祸过身去，还有囡仔啥。所以伊外表看起来是敢最成功的牧师，但是伊厝内有足侪代志，这牧师可能看较侪吧。有诶牧师其实照顾厝诶无啥简单，对囡仔有诶嘛就无听话嘛。台湾咧讲诶牧师囝有一个词啊，叫 PK 啊 ，PK 会使是 Pastor Kid， 牧师囝，嘛会使 Problem Kid。好，安尼哦，安怎 PK？ 咁有影会安尼？圣地教会做牧师囝是一个较特殊诶环境啊，因为大概人会感觉讲，你做牧师囝一定爱功课好，对一定爱做正人的模范，爱乖安尼，袂使爱讲歹话啊，你坐时你爱坐个正，你袂使迄落，你袂使甲人下来下去，都上悬的标准拢要求伊，想我都毋即款个性，你要求现在有人都安尼，惊歪去的，惊歪去。这首歌就是背景就是安尼啦嘛，就是讲伊一开始恁两个人拢做阵出来啊，4月去讲道啥，尾后剩你一个，大概都传出来啊。这首歌就是伊感觉讲真无奈啊，就无人帮助伊的时阵，塞车的时阵，唱出这条歌来，等于就随甲写落来。咱先读迄个歌词啊，请牧师读。我毋知明日会怎样，第一节歌词是安尼写。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也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恶灯。这解释者恶灯，就是迄拄着的危机真歹去担当啦。
真二的担当啊，27啊，真这真困难的意思，真困难去担当啊。继续。对将来我充满愿望，主保守的确稳当。我逐日甲主同骹步，伊在我头前路途。这是明日的临到，这是恶的明了。我深知主将关明日，伊看我前路行头。其实歌词三段嘛，咱先读一个第3节吧。哦，安尼啊，咱第3节读一下，因为这跟圣经的经文关系。好，第3节，我毋知将来的日子是夭餓還是傷悲。既然主有養賜鳥食，伊也會互我教育。佇頭前雖然有水火，有試煉也有苦悲。當有主引帶我路站，伊保護甲我遮坎。所以這內底就有用到幾啊部分的經文嘛。對。第一部分是講什麼？有鳥食伊也無咧做實啥，就袂起曉着，所以變煩惱安尼。第二部分就有啥物苦悲嘛。這個特別講者就是我即擺因為有咧讀迄白話字啊。這他也會。伊嘛會，伊也會互我教育。這有當時會讀話對毋對？下甲話是漳州音甲泉州音的差別。漳是讀下，泉是讀話，因為一個學的音佇頭前。即嘛台灣人一般講下較濟，講下較偏漳，攏偏漳的音，漳州音嘛。漳州音，桃園應該嘛是較偏漳州音啦。對，因為我看到寫話，我想講。迄是較偏，所以你若拄到大稻埕艋舺人，攏會讀做話。新竹人海口人，攏會讀做話。就是講話迄個感音嘛。對。但是像你若是桃園啦，樹林啦，東南部啦，宜蘭啦，這都攏講漳的話，講伊的安啦。安尼我知，所以伊也會互我教育。對。教育就是足夠啦。足夠很有夠有意思。好，這解決一個問題。好，咱來唱。因為後壁足濟出現的。我毋知明日會怎樣，主帶路我免擔憂。我無求但日好一天。有時陣黑暗黑燈，對將來我充滿願望，主保守的確穩當，我逐日甲主同腳步，伊在我頭前路途，這事明日的臨到，這事好的明了，我深知主將關明日，伊看我一路行頭。真水的歌詞，台語嘛翻得真好呢。對啊，講實在，我讀到今嘛，我定來提醒家己，就是迄個馬太講的，一個歡樂，一個教育。因為有當時啊，想這嘛無意義。我著讀這句，我著想講莫插伊去做別個代志安尼。真好。這信仰就是信仰最要緊的功能之一，就是交通啊。對，就是交通。一直記得這句咧，一個歡樂，一個教育。好，咱來聽第二首。第二首是迄個402首。402。這首較無啥物需要介紹，但是因為阮迄個教會較濟迄個湯足濟迄個東南亞的嘛。因頭前跟這首就有意義。嘿，對啊，尾後我才知影講，原來這首是對因遐來，印尼來，對，所以阮教會定下在演安尼。因的話都唱因家己的版本。對。這首這個困求主理應帶我腳步。是。
这部书有啥补充的吗？我对这首诗就我感觉足趣味，因为这首诗吼写是印尼的歌，不过足无印尼味的，无传统的印尼迄个 melody 的气味，啊是因即马做的印尼的现代歌曲啦吼。这首嘛是伫600外头首才收入来啦。较早500外首，600外头500外首500外首的是啊，袂是这首。啊，较早我伫这本600外头首还袂出来以前，我都听一寡教会咧唱这首诗啊。啊，歌词拢相像，毋知啥物人引进，啥物人翻的，我毋知。后来下着，我感觉真妥当。下伫后壁做祝福车kend的诗是非常妥当。你讲个结束像散会的时阵嘛？祝福车kend就散会迄个路尾边迄个祝福的诗啦，是足妥当的一首诗。啊，因为印尼捌互荷兰统治过。对所以因受荷兰啦，甚至甲葡萄牙、德国的迄个音乐的影响真大，特别是荷兰。所以因所有的一寡现代剧，就较无古典味。就会变一款形出来。这款形那是一个我感觉真趣味的形。所以变唱起来敢若世界味安尼。特别写讲会使用吉他伴奏。对，这首歌用吉他伴奏足好听呢。家己我袂晓弹，没办法无。家己去网络找有这版本。有影我去找足侪是印尼的少年人在唱的。对，较迄个轻快，较活泼的。咱嘛甲印尼的话，甲注对较。对吼，但是这我袂晓读。我都汉拼，这你硬读个会使。小可好会出来啦，可能还对人唱久的遐。但是咱是来读台语的歌词嘛，无输起来。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佮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赞我逐日遵行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找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愿望。所以毋知这印尼的本来歌词是毋这意思吼？应该是吧，应该是直接按那个翻过来吧。佮对我嘛有淡薄关系，就是讲，爱。主来带路嘛，你著较毋免惊呢，就是讲爱互你的迄个作为啥，著较端正，你嘛会使做人黑暗中的光灯，这歌词应该是较近较写的，所以不是读的较听有，咱就来唱吧。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个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找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愿望。咱的第3首是迄个生性诗的505首，或者我要忠实背景的部分啊。这已经80年啊，1906年写的。这个人或者 Howard Water，这较特殊的所在呢，是伊伫美国出生，为 Princeton 毕业了后呢。伊去日本瓦塞达的早稻田大学教英文，所以伊这首诗的歌词是在日本的时阵写予伊在美国的妈妈，伊妈妈感觉讲写得真好，转甲伊摕去了一个杂志或者 Harper's，投稿的要读投稿嘛是投稿，伊就投稿到这个杂志，就刊出来，让大家讲写真好，就开始流传。较特殊的是讲写书这个人啊，伊就是四过去传教，伊尾仔还有去迄个即卖巴基斯坦，以前是英国的一部分，但是当遐就得到咱正定讲的西班牙流感，当遐过身就带离遐呢，
这就100年前的代志啊。牧师反正要补充的话，这个写曲的人是一个为你讲话牧师啦。伊名叫 Peak， 为了要纪念写曲的人，所以这首诗歌的上下骹吼有写一个 Peak， 调嘛用 Peak 纪念这写曲的人。这是小可补充一下。安尼，牧师先读好。我要重视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正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这首敢若非常正面的呢，拢是我要做啥，要做啥呢？伊就算讲一个对家己迄个期待，就是讲我家己更较坚强安尼。这对啊，所以我读了好啊。你讲二30拢读。第20，我要听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施舍诚心无求报赏，我要谦卑，在我心神真软正。我要仰望学主听人喜乐，我要向上学主无样赞人。第30，我要祈祷，无时无停来祈祷，我要尽意亲近天父宝座，我要专心听上主细声招呼，我要虔诚应对救主脚步，我要虔诚应对救主脚步。其实我不要听台语听习惯，我台语好听诶，比英文的好听。我要重视，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真好呢吼，这诗歌拢有够好。对啊，这我其实我有小可甲摆一个啦。对，一开始就看讲毋知明仔载安怎，尾仔就看较异地，你知道？我要创啥呢？第4首是迄个，都毋是圣歌本内底。对。毋知影喏，反正有听着，我感觉这首写得真好，我去找伊的资料。嘛是迄个陈木生。陈木生是翻做台语啦，英语词应该毋是伊啦，就是伊带入来，对啦，伊对，伊即个人伫美国拢会将一寡伊听着袂歹的歌介绍过来。咱伫顶界讲有捌讲过伊的故事啊，就是伫9仔这一集，你若要知影伊的背景会使去听，就是伊带一个美国太太，对，本来讲做阵南台湾，但是有答应讲退休了要过一边。我这点感觉。陈茂生老师甲因师母，我感觉拢无简单。加变点照片呢？你前半生你要发展你的工作来，我对你咧台湾信任伊。你退休了，你对我来美国这嘛是一个足好的模范呢吼。照片呢？所以这首歌就叫大声救伊的国。本来是美国人写的嘛。这个人较特殊是讲，伊12岁就开始写歌，算讲有迄个音乐的温数安尼，对，迄个天分袂歹，听讲写过2000多首歌，我真厉害，而且你若看迄个 HBO 影集啊，或者黑道家族，我说应该，我知影这个集，但是我无看，但是就红的啦，内底有捌用伊的歌哦，你会知影讲算一个熬写的人啦。这首歌较特别，就是讲伊是用着迄个马德福音的经文吧。有当时咱的烦恼讲要食啥，要啉啥，但是拢毋免烦恼对啊。毋免烦恼尔，是爱
但先求伊诶国甲伊诶义，就其他一切拢要互你，这是圣经所记诶。嘿，伊诶国伊诶义，就是上帝国，甲公义嘛。对，这是第一要紧诶代志。啥无事先读好啊？歌词安尼写，咱有时烦恼要食什么，搁要啉什么，甲要穿什么，主的确知咱一切欠用，有应允要供应。咱免烦恼，靠主疼通保护，着大声求伊诶国，大声求伊诶义，一切欠用，主拢要白白赏赐互恁，白白赐互恁。咱有时烦恼要食什么，搁要啉什么，搁要穿什么。咱有时烦恼要食什么，搁要啉什么，搁要穿什么。主的可在咱一切欠用，伊有应允要供应。大拢免烦恼，靠主疼通保护。着大声求伊诶国，大声求伊诶义，一切欠用，主拢要白白赏赐互恁，白白赐互恁。着大声求伊诶国，大声求伊诶义，一切欠用，主拢要白白来赏赐互恁。这有一句歌词，我应该圣经内底可能冇吧？就讲一切欠用，主拢要白白赏赐互恁。我讲这白白真要紧，讲无，毋是讲你做什么功德啊？对，这是本来就要互你诶。这就是文典甲功德诶差别。对，所以这是基督教内面是一足大诶特色啊。所以毋免去什么小金嘛。毋免啊，你就当下人讲我毋对。请叫人我阿德啊，所以白白来赏赐，我真爱这句，用台语读个特别有感觉。咱来看这首538首内底已经有啊，有这我心大欢喜住踮身边，但是佫有改编过。咱即嘛今仔要唱是改编过，安尼啊，得较长。但英文拢共款，或者 Blessed Assurance。就是讲，嘿，对，这是一个保证的对啊。讲你有得到迄个救恩的保证。对。啊，英文写 Jesus is mine， 就是讲耶稣属伫我。就是讲我是耶稣，耶稣嘛是我的，差不多迄个意思啦。所以这是一个真大迄个宣言吧。本来版本就是 Fanny 这个人写的 ，Crosby 啊，普通拢叫伊 Fred Crosby。伊名做 Fanny 啦，Crosby 是伊诶姓，对，伊诶故事真精彩呢。伊故事足精彩。伊是1820年出生诶，伊94岁才过身，所以伊嘛活足久诶。但是你也知影哦，伊是青梅人，伊6岁诶时阵，就因为伊目睭去互啥物物件去捂着但是厝诶无钱。迄个时代要看医生嘛不方便，人就凊彩用什么药膏叫一个迄秘医啦，打到伊个目睭啦，打着当目睭青霉去，叫迄个人嘛做酸啦，对不对？做酸啦。我感觉真了不起是伊面对这项代志态度咧。伊讲伊到即嘛毋捌有一天万分过迄个人，因为知影一切拢有迄个上帝安排的对啊。伊讲上帝用这种方法将我分别做成有人拄到苦难的时用安尼来个别信仰是无简单。但是伊嘛种敢会个有去读册啊，皮亚诺啊、吉他啥唱歌写足侪歌，伊嘛去什么游行啊啥有诶无诶，就是去希望讲会再更较侪迄个资源来帮助因。所以伊捌去看见过迄个总统呢。
好，就是算全国的一个代表的对啊，真勇敢的人。拄了遮尔大的苦难，伊个确定讲这拢有blessed assurance， 就是讲这是非常确定的，就是有这个稳定，但你的身躯等呢。我看过一本册吼，是基督教甲文学中间咧描写 Crosby 是安尼讲吼，伊讲伊虽然生出来6个月就青面，从来毋捌看过青山绿水，看过红花秋月，但是伊心灵的目睭看过无限制的光景。哦，这嘛就话起来。好啊，咱先来读歌词好啊。我爱逐日甲基督同行，深知只有我主会使平安。我知奇妙快乐就是伫信靠基督，救主我的王。我看见主显明伫万米，互我深知伊听我应无离。我要信伊，尊叹伊话语，通建立信仰，信靠救主。我心大欢喜，耶稣属我，宝贝救主要救赎我，引带我骹步。听我祈祷，伊永远保守我袂跋倒。咱就来唱吧。我爱逐日甲基督同行，深知只有我主会使平安。我知奇妙快乐就是你。信靠基督救主我的王，我看见主显明的万米，互我深知伊听我永无离，我要信伊尊叹伊话语。通建立信仰，信靠救主，我心大欢喜，耶稣属我，宝贝救主要救赎我，引带我脚步，听我祈祷。伊永远保守，我免跋倒。过来是184首，我看美国版本有当时啊，因为哪唱哪拍鼓啊嘞，嘿，就老累的呢。啊，其实我第一个听的什么时阵啊？是迄个李登辉总统。OK， 对书礼拜，是美国有派迄个官来嘛？啊，第一个东江中学是啊，这首是迄个济南教会献歌队献诗这首。啊，这故事写人嘛，足久以前啊。1883年是啊，以下的人是有拍过迄个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写词的是伊是拍过战争，啊是一个少校，退伍了写的。啊，做曲的这个人啊，是尾仔才写的。但这个人伊本来是就搞唱歌的，是男高音的对啊。本来是有训练讲要去唱迄个歌曲啦。伊想来捌这个写词的人是两个有一个做伙朋友，即有这 Philip 这个人啊，伊是真敬虔的人，伊是坑这个搞唱歌来讲啊，你来教会啊，来到传教啥。但是这个人就想讲，我会使有机会去发展嘛。有一天的中这朋友的坐火车出车祸，过身去啊。啊，这个本来要去唱歌剧的，伊就决心讲，伊要来宣教。我是感觉足侪这献歌，你听迄背景故事拢足悲惨的，但是因写做物件拢。信靠啦，吼，正面啦，信用啦，对啊，像这首就这上帝听痛，那会遐大。这首我嘛足爱。系啊，所以你看伊在迄个李总统的迄个个别礼拜，可能伊爱吟这首诗啦。可能伊平时就爱吟这首诗的可能。我会记得伊刚就爱吟迄个只好朋友就是要说。咱第一个唱歌的时阵有介绍过，我所以想读歌词好啊。上帝听痛哪会遐大？上帝听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经我卑微小可的人，互
互我甲伊近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靠会得以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这歌词可能三摆拢爱读，因为伊拄好就是三位一体。对对，真好。拄好是上帝，即嘛变耶稣。第二节，耶稣恩典乃会遐深，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圣经福音，心会平安自在。第三节，圣神感动乃会遐快，互我深知过失，承受福音，心受感化，性命换新正直。第四节，爸囝圣神三位一体，至诚至权至大，尊贵荣光永远无替，恶乐以名不衰。所以歌词是有设计过的，对吧？对是。我想李总统若爱这首诗，其实伫伊个年代要做总统时，我想有几句话对伊是足大帮助呢。敬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敬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会得以保守。我想伫伊迄个时阵，即几句话对伊是足大帮助。即么来讲，对足侪人应该嘛是真好的一句话吧。就是讲敬我即个看起来无啥物了不起的人，嘛会使甲上帝我做伙就对了。咱就来唱吧。上帝听堂内遮大欢喜喜乐互我，因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君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会得以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咱这边有8首，要结束啊。第7首，是迄个517首圣歌本内底。这特别爱讲的是，因为咱足侪拢是美国来，倒位来，咱甲翻做台语。这首是咱台湾人写的，而且因为我最近有在学 piano， 咱知影讲台湾的歌真侪拢是用5声尔，就是拢有哆来咪发嗦拉西嘛，那台湾的就是可能有哆来咪嗦拉，无发甲西，所以就5声。那更较久以前呢，有讲上面工商绝子语对了对了，可能有迄个有关系，我知，所以这是会使注意，所以你有当下听到刚有台湾味，就是因为可能用5声尔。这写诗的咱嘛捌介绍过，言信心无输了，无输应该捌吧？捌啦，阮做伙翻译圣经过，做伙翻过华语圣诗。这首歌是1979年，是顶落到有一个青年的团契30周年写的歌。对，这时阵台湾有一个要改变的时期，开始有民主运动上。这首歌内底讲得较侪就是。台湾拄着困难啊，但是台湾是一个真美好的所在啊，大家努力打拼，就有较好的未来，才会这个意思。歌词请牧师读。咱乡土主所属，五国果子逐项有，山明水秀美好景致，人杰地灵好徛起。伊这足侪有6节，我看那个读。第4节有较特殊的是第4节，夜晚来看四周围战争妖恶害人类，强权强行违背公义，环境污染逆天理。所以伊这讲的迄个主题足侪点有战争啊，然后环境啊啥。但是咱就跳第6节好啊。第6节，咱的乡土得保守，用主福音做基础，三角起做地上天国。代代子孙得安乐，就是虽然拄着困难，但是咱会使靠咱家己甲保守起来就对了。那个上帝帮咱。咱来唱，伊这本来的版本啊，就是讲，就在教会咧唱的时阵，定拢会在因为6段嘛，就查甫一个查甫一个，有淡薄仔迄个起英文的感觉。是，这嘛是一个唱法啦。咱就唱一节就好。
咱的乡土自所属，我国价值担有，三明水秀美好景致，人这地灵好客气。好，上尾一首诶，咱来听398首。姓氏的故事啊，咱在迄个第一届唱的时阵捌讲过。啊，上早期的时阵本来做养心神师，迄伫闽南的时，嘿，伫为中国迄时阵的时阵都有编一本啦。啊，这首第迄个时阵就编入去啊。应该是安尼讲，有英国人伫闽南啊编姓氏，啊扣几啊首诗，啊甲号一个名，毋是叫姓氏，叫养心神师。养心神师，养心神师啊！后来养心神师有摕来台湾咧用，啊，渐渐咱有感觉有一寡无适当嘅台调，有留落来。啊，咱佫有创作一寡新诶，啊，佫有翻译一寡新诶，啊，咱变今日姓氏。啊，有一寡较早养心神留落来，下骹拢会注明是养心神留落来到今仔日。伫华语阮咧做诶时阵吼，阮特别养心神师后壁拢甲写一个千国。就是就迄个本土意思，真好。歌词是英国人写的，啊，这算讲几啊袂歹，甲迄个时阵的王室，关系就好诶，但是第一选稿就对啊。啊，这曲是尾啊美国人写的，就是这个诗传去美国了，美国人那个写的。迄个时阵我在清教徒啦，讲。逐工拢行10公里去读册，啊，就是为了要读圣雅医。啊，这圣雅医或者协和神学院 Union， 迄个纽约 Union， 这是出名咯。长老教会成立的，啊，即摆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一部分。含哥伦比亚大学伊的医学院嘛是长老教会，所以即摆或者哥伦比亚 Presbyterian Hospital。这嘛是跟长老有关系，啊，这嘛是美国上大的病院诶一个，好像差不多前5名吧。写歌的这个人嘛，就去读迄个圣雅医的对，就是算最早期的迄个美国的拄开始发展的时阵的歌，啊嘛，真早期的清国甲台湾拢有在唱。这首歌叫做《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歌词请牧师读。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圣神关联甲咱感动，徛起逐人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即时到万世代，即时到万世代。所以这首嘛，定定是放伫礼拜上尾。这做一个上迄个祝福车天上演的歌啦。按咱来唱吧。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我感觉像这款歌词，咱即摆台语拢写无到这款水准。咁样呢？迄个水准咧，诗文吼，甲迄个水吼，迄台语的水吼，迄实在是。我第一个无好甲这个程度，我都分辨啦。但是咱有当时读到以前人写迄个故事嘛，我就感觉讲，以前话写得足顺诶。啊，拄啊讲迄个美国迄个有一个真大迄个医学院啊，甲病院嘛是长老教会嘛。啊，真侪真要紧诶物件拢甲迄个长老教有关系。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或者 James Lennox， 伊爸爸是迄个苏格兰人，因为咱定来讲。像马家因是小个人啊去美国拍拼，刚刚足散起来对不对？嘛是有足好嘢，这就是足好嘢。因爸就足好嘢的，小个人就足好嘢啊！伊过身了就互伊足侪钱诶，毋拿钱了，伊是在纽约的曼哈顿啊，有24公顷的土地，
就你想有即嘛纽约市有一个大安森林公园是因兜诶，才会叫好野呢。所以你毋爱上过班，但是因为伊非常敬虔，所以家钱拢去买册啊，嘛收啥物古腾堡诶圣经，尾啊伊就家这册拢关互纽约公立图书馆，伊就是讲这册毋是家己要看，伊是为了这迄个所有诶人拢有机会通看到，所以纽约公立图书馆。到即嘛拢是世界上大间的公立图书馆，足侪国家拢是较比即个，伊嘛管足侪钱长老教会，伊嘛是迄个美国圣经公会主席，但是牧师即嘛第一反应嘛，有关系的对，上早期是因遐设立的，这拢有关联啦。就是讲你要读迄个台湾历史，长老教会有关联；读美国历史，长老教会嘛有真深的迄个关联对。上尾金句咱请牧师读。今日这金句，咱来读诗篇28篇第7节。上主是我的溃烂，我的盾牌，我倚靠伊。上主帮助我，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诗歌称赞伊。我搁读一摆吼。诗篇28章第7节。上主是我的溃烂，我的盾牌，我倚靠伊。上主帮助我，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诗歌称赞伊。